讲到大稻埕，这几年是转型做文化历史街区，因为附近小连线途经，在地惊影响大稻埕未来发展，所以希望找到文化保存、观光甲商业之间的平衡。过年是年货大街，台北民众对大稻埕应该是袂生分，这也是台北上重的商业中心。近年来渐渐转型做文化历史街区，民间团体持续透过导览，将大稻埕的文化价值甲民众分享。它的建筑风格就是比较属于现代主义的，就是在它中间的牛眼窗的两侧，挂上了人参。正保留闽南洋楼甲日本式建筑形成的混合式家罗布样，展现自相混合的生活形态嘛，反映伫建筑的设计上。来，我们这个就是三进两过水的那个街屋形态哈，前面会当做店铺，后面可能可以当做工厂，最后还可以留一间来做自己的住家使用。为2000年开始，地方政府运用永续移转的方式，鼓励区域内的建物修复保存。不过，修复后的建筑要安怎符合现代的需求？来自亚洲各地的社区保存团体透过交流分享案例，在地居民嘛提出想法。天井呢很好看，可是不实用。下雨天的时候，我们要去上厕所，厕所在3进，我们还要从2进或1进，要走到3进去上厕所，还要撑伞。你觉得这个是符合这个日常的需求吗？我们的规定是这样，原来这些天井一定要保留原貌保留，可是我们允许盖天窗，可是你的天窗条必须是透明的，而且它必须是可以移动的。另外，四周围都市更新的建案类型，嘛是大稻埕未来发展的困境之一。那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都市计划来讨论，有一些是要作为这个周边的背景保存区，要有一些管制。历史伫大稻埕留下痕迹，这珍贵的历史建筑要安怎活用？都市发展甲文化保存、观光、商业之间的平衡，有缘等待民间甲政府单位的继续拍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